上將軍皆朱英，妨礙修建運河一應事務，欺君罔上，包庇耶北七海部，呢個係欺君嘅大罪，按軍紀係要殺頭㗎。人嚟，將界外天壓過去，殿前梟首。白主事，呢啲蒜頭跌落地，乃係大凶之兆。星期一至五晚上9點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深圳嘅劉國山就喺蛇口呢一度，嗰啲蛇口街市咧，好多檔都係賣海鮮嘅，你講得出嘅品種咩都有㗎。我想食佢啊，呢個係帝王蟹腳嚟嘅喎，都仲冇話幾錢先嘅，269蚊。個個都話呢間卡拉 OK 係比卡拉 OK擔唔咗嘅美食餐廳，係真㗎。有熱炒小菜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呢度咧係深圳嘅最長嘅夜市，一條街有成400米咁長啊，過百個攤檔啊！環數深圳，星期二下午4點2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當你以為你一定贏嘅時候，你已經踏入非理性賭博嘅第一步，自制、自省、自控，成為一位真正嘅贏家。新時代電視提醒你，理性賭博適可而止。